好在中秋航班呢，即马真侪人已经开始咧款食材啊，要毋过这台南地区的鹅农是真烦恼，就是因为受到进前这风台的扰乱，饲鹅啊成本是比去年还阁较加2成左右。另外，这进口鹅啊价钱是加足俗，所以互鹅农是烦恼会失去竞争力。 鹅农咧饲鹅啊，骹手真美，对盆啊浮起来，鹅啊看起来真大粒。这是常在当看到食材，尤其中秋节烘拜时，侪人兴这味，需求量自然就会增加。不过对鹅农来讲，最近的供应甲需求真歹达到平衡。算阮啊本钱愈来愈粗啊，啥物就起啊。 你像这竹啊起，安尼线起，工钱啊起，啥物就起啊。伫台南安平沿海这搭，即阵侪人无用咧精力得高，要订搭鹅棚。去年10月风台甲这鹅棚先歹去，地区真侪人爱订搭，建立成本相对就会增加。那饲鹅的成本一直咧起，因嘛无奈讲，因爱面对进口鹅啊历来本土的压力。受台风影响啊，然后又有那个瓦兰进口鹅的打击啊，所以科农真的很难生存。我希望真的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，自己要去自救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台湾的鹅看我们怎么去推广啊。那进口的话，相对我们台湾要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到外国，外国的产品当然也要推销到我们本国一样啊。经过了解，目前越南进口鹅的价格，挂价上加一斤115块，线卖8倍到2支，参台湾小比拼。鹅农讲成本要160块才会好，地区要卖予消费者差不多要1斤205起跳。市府嘛回应，后续会请鹅农减少养殖数量，提升鹅仔品质，利润就会对咧增加，嘛减杀台南自有品牌，减少价差。已经从每一年的8、9减棚减到今年度放养剩7500多棚，那也让品质上升以后，让他们利润上升。自行破壳之后，再用台南科的这个在地的一个品牌，那么销售出去，那去减少说中间的一个价差。面对进口价小价威胁，鹅农爱被扣保，因望政府通加重视这个产业，让台湾的鹅农有通永续发展的机会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